佛波等人同政府官員緣木中山對話。受賄嘅緣木中山都知道佛波做盡傷天害理嘅事情，以及進入佛波住所嘅位置。緣木中山話想喺豆腐店附近起政府建築物。佛波驚住所位置被人發現，於是再送錢俾緣木中山。官商對話下都係戴住假面具。佛波同緣木中山講，打算將建築都營地鐵13號線工作交俾吳蓋。緣木中山表面話好，暗地裏講佛波兩父子壞話。緣木中山話可以請吳蓋去視察。吳蓋表面話好，內心抱怨一番。海爸爸到海家教訓阿海，明知顧問話阿海冇兼職，冇錢都係阿媽俾。阿海唔鍾意阿爸明知故問，而阿海好重視朋友。阿爸話佢咁大個仔同啲飛仔一齊，甚至提及泰拿被殺一事。阿海好尊重泰拿，所以阿爸提及呢件事，阿海就好嬲，鬧阿爸唔好再講朋友壞話。大家 dead air 時候，突然電話響起，被加利列奧追捕嘅四眼仔求救。於是阿海唔理阿爸，連同哈西姆及秘書出發救四眼仔。阿海到達環白禾井之交界處，四眼仔話有怪物追佢。阿海遇上加利列奧，對打一番後，兩個人上咗垃圾車。於是秘書及哈西姆都跟埋去。滅羅被逼同吳蓋去酒吧飲酒。吳蓋知道滅羅父母被佛波所殺，講啲說話挑起滅羅把火，甚至用酒倒落佢個頭。不過滅羅都無動於衷。臭油鼠想教訓吳蓋，都被滅羅阻止。海同加利列奧被垃圾車送至垃圾站。加利列奧窮追不捨，即使被球棒打，甚至被爪撞，都要追殺阿海。阿海爬上爪後，見到個窿就捐入去。加利列奧都捐埋入去，可惜塞住咗。呢個時候，哈西姆及秘書都趕到現場。哈西姆貪過癮，醒加利列奧一腳。加利列奧用盡全力谷爆個窿，一錘打落去哈西姆。哈西姆閃得快，打唔中，只係打爆腹牆。阿海見到加利列奧隻手係金屬手，好奇隻手所為何事。於是加利列奧回想以前隻手唔小心被火車撞斷，後來吳蓋救佢，所以加利列奧對吳蓋忠心耿耿。由於加利列奧細個俾人蝦，誤會阿海笑佢，於是對阿海嘅好奇心提起憤怒，繼續追殺阿海。海透過窿窿捐咗去地鐵地下隧道。原來垃圾站同地鐵隧道共通。呢個設計係作者實地考察。田邊帶吳蓋及滅羅等人參觀地下鐵路建築。吳蓋對滅羅惡作劇，將佢困喺 B2 房。滅羅打電話俾臭油鼠，吳蓋叫佢唔准聽，去咗留言信箱。巧合地，列夫偷聽到滅羅打電話，於是跟住電話信號去揾滅羅報仇。可惜列夫偷雞唔到蝕渣米，另一隻手被滅羅斬埋。由於滅羅連氣管都斬埋，地鐵站人員發現 B2 漏氣，於是去 B2 檢查。與此同時，見到揾緊阿海嘅哈西姆二人。吳蓋跟住田邊搭試運中嘅地鐵，發現加利列奧追緊阿海。吳蓋唔理田邊勸告，自行跳車並同加利列奧一齊追阿海。
阿海被工具絆倒，雖然阿海同吳蓋唔相識，不過都想送阿海一程。正當阿海準備被殺之際，突然背後捅一刀。滅羅救咗阿海後，仍然逃唔出伽利列奧嘅手指罅。